当你做一点，天然的东西这样。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，你要了解它哦，才有办法跟它相处。所以我说你要了解妻，你才有办法跟妻相处。你要老婆跟你在一起的话，你不了解老婆，不在同一个环境里面，你要相处哦，结婚很容易，相处不容易。要打一度，要打一度，要度都要打就较深，要度就较。你讲一般会各3度？其实台湾日本也是各2度啦。对啊，台湾家呢吼，较研究较淡薄啦，就加各1度安尼。但加各1度呢吼，种啊半夜班啦，中秋节过后吼，一个渐渐都亲下晡啊，亲下晡量就会减少安尼。阿爸45年间呢吼，都那个人都从那开始做起的，吼，家族共同做起的，都好好的时间呢，阿爸就种树的啊，吼，因为人反映讲啊，做起的吼，要讲亲咯，然后时间就慢慢呀，要讲做起的安尼，啊，然后就做那个人都练起的，讲关于讲精致期啦，不要讲练期安尼啦，行人就讲做起的啊，哦，好容易就讲做菜啦，啊。
两些生切。两些生切。不当割下来。嘿，无过制作的做安样。哦，就安样。嘿，人迄生切有生切的做法吧，不熟切有熟切的做法，无共样。其实田园青呢吼，其水苔的插片啦，最属于割下来安尼啦。割下来的时间呢吼，其实咱地杜方啊，吼，有加个成分，所以很多有酵素啦，吼，7分呀，对安尼。就像人体的，吼，人体没有酵素安尼啊，好像吃肉味的东西呢吼，味手法要靠酵素分解啊。加个7个酵素的功能，然后人呢加个酵素强快，吼，其实要运用空气中的水分啊。来个很多活性化，来促进干燥，所以落水田当会早安。一般的发酵青呢，哦，其实用那个很多有机的个溶剂啊，添加到地表地方，其实它本身啊无干燥的功能嘛，要添加那个很多重金属，所以伊要日头下落的时间呢，哦，是当会早安的，哦，人家吃的时候落水当会干燥，看看你谈个到，因为按奇怪落水当会早安的，年年就安尼。一个玻璃纸它会透气，水分可以出来，所以它上面不会硬掉一层。你有塑胶纸的东西的话，水分没办法上来，就是在里面。那个 H2O 那个 O 氧化有没有？跟气氧化的话就会干掉一层。用电的迄种的吼，你装漆就看唔会打手，无会一砍一砍，把迄鱼输唔枪啊。哦，你刮过了迄，浪费的漆就会少。所以跑有工钱啊，爸爸大家讲，跑通的漆都有工钱。哦，跑枪的迄个漆的1公斤按贵啊吼，你积沙成塔，一冲漆的，你讲，怪只通的雕模半两，哦，你10只都1半公斤的，所以你那跑通的漆都有给工钱。最爱从细跑通的跑给他。最开始的时间算还有点手工，其实都要民国1年就开始做了。但是去做木箱，伊要用到那个漆，伊都那个很多新做的新铺，做到民国42年的吼，出世都要大概很多种啦。哦，其实我叔公就需要个很多对木材有内行的，刚阿爸是都没有去做那个木材安尼啊，所以其实。叫我爸生意，去摊数去买那个木材，买那个洗脑器啦。跟那个阿伯啊，吼，其实可能阿爸记性又好，口才又好安尼啊。其实讲向我来做那个生漆，我就开始做生漆啦。到后呢，民国47年加下，因为那个日本的吼，然后去中国的企业，然后去查的，去中国人做冬天啊。其实金子卖到日本去安尼，所以民国78年刚起来就去到东国家安尼，甲阿公啦去台湾呢啊，就开始种漆树安尼，和阿爸就玻璃也开始种，苗栗也开始种，漆类也安尼做，就安尼做起咯。到民国51年间呢，阿爸阿妹啊。我爱都是办下来啊，漆的就开始刮的啊。刮的时间呢，又读到那个很多民国48年啊，漆的价是动货，个货品质么保持到良好安尼啦。伊个日本人呢，是冇去同台湾买啊，所以民国51年了，1公斤是冇同台湾买安尼。好，品质贵用3年。譬如讲，出去的呢，出日本啊，一吨的吼，出人桶的啊，要装25公斤的啊。
主要个25公斤半公斤，个半公斤免费的无钱的呢。个品质的时间呢哦，头摆48年假呢，饲的还无检验局检验过，所以凊彩就会过关。到明个51年假出有，出有开始检验的啊。检验的时间呢哦，我爸啦老庄先生佮头出讲，安尼个60度还是唔啦，61度唔啦，就整到64度半期安尼。也3年过去呢哦，日本人啊，讲台湾的饲的唔咩唔好，人唔好的事的安尼。对啊，51年冇来买，52年就开始买啊。就有一个最大间的公司啊，那财田公司啊，没来台湾投资的啊。就指定我爸啦，个总经理喺度，帮我做完的。所以日本人呢，最便宜的个样个家私呢，买到最好的饲的，一个名声一传出去啊，跟日本人就一窝蜂而来台湾买的安尼啊。也走了。哦，这个这样。也走。安尼啦，当时民国51年到53年中个时间呢，这么饲的品质的改良，它是改良了，是相当的成功安尼啦。相当成功了后呢，日本人啊，其实要买台湾的饲的，要买外岛的饲的安尼啊，伊讲可能做讲无用啊，伊听到伊个肉骨头个安尼啦。所以呢，我爸个呢，其实饲啊量嘛，所以量师主要是量师，其他量师呢特别。64度啊以上的，就讲也量师安尼。伊看人个肉骨头伊，伊就安心安尼啊。伊也无遐个肉骨呢伊就唔敢买。甲做呢差不多台湾的占有数量75%到80%安尼啦。等干了之后，模糊的就想从收割，捡起来收割。里面不好的地方，像捡起来去种啊，种下个收起来个呢，比如用刀的剪刀啊剪下去啊。所以日本很重视这个打底的问题。你做高级的东西底一定要打得好。漆雕很简单你漆要漆的厚度够，然后再雕。一般明草的厚度是1公分厚，清草的比较薄，没有那么深。所以我是朝明草这方面走。1公分，那1公分要漆多少层？100层是0.2公分1公分厚要漆500层我是觉得我做这个以后会留很长的东西这个可以放很长的时间。所以一定会落款。东西做好就是等待了，有缘人。我们创造生命了。想要持有的人就是又结一个缘了。那个缘怎么结我不晓得，就等待。
日本的市场呢，不单是中国的市场，所以而家中国有办一个周恩来誓言者。日本人呢太爽杀，受到中共压力，摸到台湾买起的，就像两个人都联合国啦，打台湾，勇敢的东西一样的。本来都出去的呢笨蛋啊，基隆接触到被神父啊，我家毕业金都做唔得了，就出到香港，当做呢日本语，做嘛呢？家也个越南的去的，因为越南也有去的呀，他成本就增加当多。到民国57年、58年，伊到生产站呢要去看破的，去专业去去到配备做的呢。一直到民国59年啦，中共的也个人到四川啦，或湖南、湖北啊，太旱灾，去的3天呢就关不去的。日本人又想到台湾呢，就人买啊呢。事实上，也实际上民国59年噶就得到消息的，日本的消息动地啊。准备搞，现在其实冇一个人了。伊讲呢冇前途啦，你石头的头路差唔多多，穿按不到伊，因为过去的按不到12点做啊，做到早晨到10点嘛呢呀，所以说冇马年搞啦。到到民国61年、62年吧呢就发生了非常多阿拉伯战争啦呢，喺阿拉伯国家呢杀伊嘛，就禁止买到亚个人到世界各国一样。就变成石油危机啊！我加出许多动头就操了，去年就碰到卫生之下的呢比如伊保1000元了，就许多100个人了呢，10批啊呢，去年没洗啊呢，加1公斤去年呢许多差不多1000元了呢，所以现在再加50人鼓励的，也都是挺多赚的。刚头摆带进市场，怕的，他一吨就吨到10多20吨了呢。刚一年虽然台湾是世界生产起来呢，都世界第2多的，最多的是中国人。刚一年做8多吨了，刚做爱啦、阿爸啦、阿妹啊那啦，像阿妹呢要当来天数啦，阿爸呢鸡蛋是出装啊，做起来做，他那个是不一样就多嘞。一年得几20吨、几百吨呢，那相当辛苦，就操个样的啦。以前客家人的物价当奇怪，我吃饭的都做些，冇个吃汉饭的冇，所以我哋都国教开始咪就日本的讲都种当伊天数种上的，伊离家来去上的1吨啊2吨，伊人家讲当好上的再转来那个出3吨都帮伊咋，再转来伊个咪都叫做过来理好，又给他们都天数来。就是上面也就改变了，就山东多啊，家是从950万元开始买，年初噶买到年尾是到130元、120元的呢。刚来都要做多啊，赚多起来多啊，就刚是3万多啊，就了得1000多钱啊，60年有赚多少钱呢？就讲安尼了得。以前阿母家都天意市场甲啊，伫摆那些人呢就较侪分哦，全部落下国市的人水穷啊，我都通铺啊分家都较细件的一件啊，所以都分过来所以吃饭阿妈较侪好啊，总数就开始吃都按，因为2、3点开始的下来，做茶出来伊个吃饭嘛忙吃饭，阿妈敢没有鸭屎呢，用炒熟的呢，炸晒又熟又煮饭。又炒出来了，从我不认识了，用3点了，吃到暗不掉，吃到人家送啥。
店解蝦或叫佢留人安排吧。叫佢留人安排吧。咩？叫佢留人安排啦。哦，店你蝦忙佢做嘛。哦，佢忙佢做店你蝦。店你蝦咩樣？叫佢鹹啦。我有啊。哦，都唔可以叫啦。叫佢安排。哦。住院现在比较住院检查。要住院检查。2双人床的。徒步哈。哦。我时常共用班长来接听啦。你要等先生讲讲用班的对啊，你时常都讲检查盲肠用班啊。无你就好，小我以后你进来，而且啊忙去个关来，忙去辛苦。啊像迄抢快老老应该去家找地方，你得做安心的做事啊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所以了。就是运用本身，昨天是要样的。啊，水电是较会酷到呢。总送回啊，去冲。不好意思啦。水母前的药一听了有。水母前的药的吼。还冇做我们的水母。冇伊种依赖哦，种依赖哦。我出去就煮水，我现在都唔食，吃上面唔食药药的，这边煮个唔食咯，伊咋容易？我爸爸中风4次，我们这样顾，像我们这样子要照顾，晚上要顾，白天给我妈妈顾，顾到我妈妈白天顾到怎么样，你知道？出去外面怎么回来不晓得，所以顾病人的人哦，跟病人顾的人会比较快走呢。所以现在我在顾我妈妈，我就知道啊，因为顾我爸爸的时候，真的我每天去游泳，每天跑步，每天游泳的。好像你看还讲，给困几个时间唔看呀？我说不是，一定要运动。因为看我爸爸这样，我爸爸有3个儿子哦，一个女儿，哦，在旁边这样，就我还有我妈妈在照顾。我没有呢，倒下去之后怎么办？整家都会被你拖累，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来哦，也是一个对家里的一种回馈。你这样多钱冇？要不没有一个钱。我都听着会比这阿电路的，咱做去拿钱。不是钱啊。没，那个钱啊，你都不用呀，比这阿电的，咱做去拿钱。阿电的。对啊。那不用阿电的。那，你每送这你听，医院方这阿电的，咱做去拿钱啊，你听这阿电路。你要做去拿钱哦？没，迄无爱钱啊。你唔用呀，问医生这阿电的，咱做去拿钱。冇人用的都做得啦。人用的都做得啦。你看冇有发现来这阿电的哦，咱做去拿钱。这了会有火。哦，地牢是湿地的。嘿嘿，也去每年农啊。内蒙啊。内蒙你无爱去晒唔容易调，去怎么样？哦。这种比较没有弹性。我听讲年资要够，那改面
买你用白干圆机吼，我还有实木的，俺就说你无。切，俺做个动吼。我今日买这样来做个，真蛮高兴的，真的。唔要强吼，强落去凹落去啊吼，凹唔落啊，弹性不够。弹性以后，要看啊，安尼，那都有秀个做个当玩。一次做呢，做多人都就是今年就是扮演他哈，就像老讲播种树的啦，基本讲在造地啊、纯竹草的啦，加上了种有艺术家，一直到民国75年啦哈，加就从日本退休的啊，日本人所以要求来讲呢哈，佢要咩宰田的啦，其来讲呢吼，我算入资公司去安尼讲，伊听到真係做下啲人都木器啊呢，供應期啊，一定係都信用好啊。所以我主要开始做木器啊，加因为对木材唔咩先内行啦，我爸较内行，我就冇内行个咧，哦，所以做了冇伊顺势啦，对啊，后生较顺势安尼啦。啊，顺势的时间呢，又到民国75年，台湾就开放讲要从加强去呢哦，探亲啊呢，就开放了安尼哦，工厂晒去太热的啊，烧了烧的啊。加个也个很多碗呢，都实验呢，就渐渐的没落，7年要开始加没落安尼啦。过民国75年呢吼，在8月20日啦，发生个维恩台风呢，啊个就新种个植树呢，个艺术家植树啊，连4个头个就出本风看得安尼啊。种个5年呢，准就早开始割的啊，跟人像个台风呢，加投资得几千万呢，伊安抚天天吼，出出摕来啊，讲来做下个是连劳力密集的啊。像市民呢吼，今日个人个啊，特别咧那个安尼做完的个人个按差不多3寸半盆啦吼，迄一地表个呢吼，湿啊，8多公斤呢，啊是相当实力呢呀，加抢一顿人都要做安尼啊，所以民国75年呢，是一个分水岭出草的啦，头路加就像下面难做的安尼啦。也就较动手呢，这个5、6公斤，一山腰做30到50年一个些，大做风起来，4、5点的风起。我都去搅切嘞，搅好了去炒好迄款的吼，用炒好炒菜过去，热好了，摕去乌巴桑5、6杀了，也切的，我就带去工厂切。啊，切的去一来，平时装好高太营养的装，差10多度100公斤切的。我我身体唔会做啊，是吧？哦，真的，那个时候心态是这样的。所谓有一句话讲，得过且过嘛，用到加多多，莫想很多。过2、3年吼，要做迄些都好好的做啊，莫想创业。都今年些做好了，不错的，又好水木的，啊，唔低半年、1年一下就过去，很快。这样啊，撑过来之后，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那些哦，就会比较成熟。所以人无经过安尼打击了吼，无经过安尼洗练了吼，你的看法就没有办法成熟。塑胶的，以前有牛角，那牛角没有多少，2、3架有国泰有买过，伊牛角较有钱啊，咱牛角外钱的，当一家做白的，啊白的一家斩。这个做啊？这家做啊？这个做啊？也唔也买啦，以前像我一家做啊，以前还得出去输出的吼，白的有一家斩，是固定用一家用机。给建一家按落落朴的啊，较好输啊，像喷输唔呛啊。
日本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学问不等于技术。你懂了这个学问之后你要翻了到1000到10000次的那种，再琢磨出来，那个才叫做技术。不是知识优先是应该是技术上来讲都是均等，但是知识只能知道，你只知道那个浅层的东西，你要深层一定要懂的话，你必须要动手去做。做的话，你要做上1000次、10000次，甚至于更多，你才会体会出它里面的那种内容是真的是什么。所以说我现在走这条路，我是觉得走了一点都不后悔，而且走了我觉得还算不错，选对方向。因为讲这个东西就是一点一滴慢慢去挤压出来。你讲了，你看我去茭菜，最细的茭菜。400到500菜。400到500菜。食了味的，蒙头哦。所以因为了酸几日菜。个酸大袋，今天还大袋的蛮酸菜。他们说一边。按酸大袋的。我的个性我是静不下来了，就是一天到晚就想要做，习惯了。突然间没有这种市场的时候那动的感觉还是有啊，但是市场不允许你这么动，就想了很久，因为我要去手工研究所住在那边学，我一直在考虑到我家里的工作哥哥身体又不好，没有人在那边的话，我妹妹当时也在撑，但是我妹妹不会做漆啊。我就只有我在做，我就很担心，所以有时候这5个礼拜我就不想去。那我大哥就讲你去了看看啦，人家5个名额里面就留1个名额给你，你还不去的话，真的很可惜。有跟老师在学的时候是苹果差不多83、84年的时候，学那个马基的实惠，学5个礼拜回来。那因为他们要一个成绩所以我一回来，1年内我就做了好几个脱胎的东西出来。我老师是教画画的，但是脱胎我不是跟他学的，我是晚上做到12点的时候，那个黄老师呢做脱胎的东西在当面这样做。我说，那你要不要买这个卖我？他说要你自己不会做啊。我说我就是不会做才要跟你买。他说要学做啊，要跟谁学？有问题你找我。结果不到半年，我的东西出来，他就吓一跳。说，我跟你讲的，那你东西怎么那么快就出来？我5个学生里面我跟我老师学的阿基的5个学生里面，我的东西最早出来。所以每次出去的话，就是手工研究所不是佳作啦什么，就是评价还是蛮高的。在漆雕是在87年左右，那个时候就是人家在稻草节嘛，去那边看一看，一直走，就遇到黄老师，你知道？那行敏，你今年的作品你要做什么？我就想了很久，没有回答他。那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说想做一些人家不一样的，然后你要做漆里面不一样的，我想做漆雕漆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那种东西很复杂呢。我说做漆来讲，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困难不困难，是要跟不要而已。对，我跟他讲的，真的吗？最后为了他这一句话，跑到大陆去学一段时间，学了3个月跑回来之后，就因为大陆的雕的东西我不喜欢，你讲它是软雕，而且那个值都不对。我做漆的人，我一看到这种漆的值不对的时候，那你雕出来的东西，你要跟人家说好到哪里就要靠你的雕刀的那个雕痕，那种精力，你才卖有钱。你的值本身就不对了，你雕的再好，也是枉然嘛。
掌声欢迎。各位贵宾，还有从日本、中国、韩国、越南来的校长、教授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徐义富，荣南天然气博物馆的负责人。台湾的天然气它的发展史呢是非常丰富的。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呢，从1683年开始。这个中国呢的那个居民啊，迁移到台湾来之后呢，这个漆器的发展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台湾的漆器呢，它有分了2个阶段的开始。第一个阶段呢是从中国的，那第2个阶段呢是从日本的。外国的那个外国人就到我们那边去，就有交流。要不然给大家听这种书啊，哦，漆的表面染了嘛，所以就那种染了去啊呢。我家就但出来这个来了，把几样不是同来天出来呢，佢那的数量又大，因为几100公斤，甚至几千公斤的就有，几千的公斤呢，25公斤装的东西就40桶的呢，就相当辛苦啊呢。不过出漆的时间呢，120吨啊，佢还做那几100桶啊呢。特别係一毛毛嘅木落啊！啱不頭要機裝，特別裝哦，因為書講嘅檢驗有安太啊，雖然當然做一錢，人張提供做條路有穿冇穿啊呢，也是種種嘅原因啊呢，所以壓力也有呢做些也有啊呢，長期毛毛木落呢對身體就唔好。我一般做3桶，就做一個安尼啦。3桶做擔管用的啊。擔管用啊。係啊，上雜誌按發的咩？出的同事人都來啊。按多來時間呢將個兩桶塔對啊，免當個不用一桶3桶。係啊。是品質型用的呢，品質型的。我特別滷冇泡油滷，背下塞了嘅滷啊，相當辛苦啦。你都特別熬到會做埋處理嘛？一般是冇啦，就較艱苦條嘅，還袂照樣安尼，就原來點安尼啊。個清化就講因為早晚都起的啊，早晚都起的時間呢，我那樣過度配弄過度啊，唔抵你喎，我都節省噶。當地啊？因為講都按配到用噶，我看到時間呢，起的早體的啊，起的動力叫做10度肉多安尼，10度人的毛細孔比較多。出細一下，第二就會起皮味啊，會起皮哦。你講熬到嘅時間呢就用啦各位個面幫你幫差的呢這種原來點呢。我做事情比較求快邋遢一點，就是跟人家裝一裝之後，這個漆跑出來的時候就不是布漆擦，就手指站起來就把它站回去弄一弄手就擦一擦，這癢就抓一下，那邊癢抓一下，等一下又腫腫的。但是我是咬到就1個禮拜就好了。還有1個禮拜。1個禮拜。最嚴重的就是有一次喝了2瓶啤酒，33的呢，然後倒7桶人家要我們割好多上倒下去，噴起來噴到我這裡。不理它，結果就這邊就爛了。會爛。開始爛了，因為那個黑黑的那個不是點到一點點，就開始爛，爛在這邊這樣。睡覺的時候都要這樣，不能砸到它。
好像过了1、2个月才好。像这边走，可以沉思很多东西啊。哦，那边走啊，又吸收这些，像这样走来就是分多精啊。到中午就是含氧量。对啊。空气那么好哦，又在沉思的这种感觉，真的很棒。有一种森林浴的感觉。哦，好舒服。分多精。分多精。所以人家说要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哦，不要把有压力哦，反而会有动力。来这边就有这种感觉，你可以放下来，那放松之后，你就会有那种动力想要做。山木嘛，迄个要搬来机摕，几下去做的吼，拄甘蔗的地方。我甲伊参因赞人啊吼，也迄讲种迄只间的枯山水啊吼，是可以的。哎呀，除非每边年是，是多。以前这站5年嘞，5我6年哎，较这样。从来啊种起落面吼，啊老尾这样个铁档啊，拄然老尾啊复的很流的，老尾用铁档种在啊，当我咱钳那点啦吼，吼，甲你用沉落去啊，应该可以啊，去输的来机体去安用。啊，高雄也种漆的，我也去漆的。哦，该种了。也全部漆的啊。系啊，我看叫种，全部漆的。睇过入片咧漆的，看有刮。有啊。没有刮哦。入片也漆的动不出。哦，动不出。哎，也等于种漆的动不出。慢慢下来。哦。他辛苦了。对，630。啊，掉下来了，好漂亮啊！这个，我想上面但是我没打。对啊，咱遮点心的吼。没有，我都可能，这个意思的说，都是有银行的呀，都是很做冇要紧的。迄攀丝吼，做冇法做安尼。对啊。迄阵诶，遐台湾吼，分一本出名甲个资料安尼吼，哎，
因为写个历史呢，吼，是台湾的起的历史啊，甚至呢，台湾起的历史啊。我兄弟他做，哦，起的也是较没落的啦，吼。前差不多400-500年前，哦，是当先用的，啊，过了下个人呢，哦，个人写的书啦，种起的台湾就那种几发明的样啊，其实也做唔错。啊，日本时代家做已经当番用的就错的，甚至于清朝家呢，吼。嘅大陆人啊，移民到台湾的时间呢，吼，佢所老家嘅大陆加强嘅做起嚟技术嘅，所以应用到台湾的家具啦，吼，个寺庙啊都是装嘅，所以呢，吼，起嚟发展的历史啊，就你行人讲动脑年就做嘅啦，所以我做本人了解讲呢，吼，也嘅很多起嚟历史都伫应用版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就安尼啦，台湾历史搞大有些，哦。我也个很多起那个制作方式，哦，做漆器的方面慢慢做，哦，我本人一看最有兴趣的。你漆器的东西哦，丢掉不会造成二度污染，化学气你丢掉还是有铅镁钴的问题，对人体伤害很大，但是你看不到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应该多多鼓励我们民间用这个东西哦，但是这个东西比较贵，所以一般人讲究又要便宜又要快的，就是化学气嘛。比较讲究的就是天然气，但是天然气没有几个肯用天然气跟你实实在在做，所以天然气要配合你的个性，实实在在的去做。所以这样子慢慢，这个社会讲究的速度嘛，哦，所以慢慢这个气就被淘汰了。所以这天然气的名词呢，以后就变成一个名词，只能讲不会用的那种叫名词。发芽。你有发芽，有发芽呀！呀个有生起来有种啊。哇，哎呦，按到啊！呀。我想住在这边。不要多，不要大，就像粉朗地的轻度吼，啊，在这边种一些菜，家下样种得会菜，种得会吃的。今个粉朗地的吃的咩吼，饼皮了也较松的吼，我刮起去的咩吼，就4天割一次，割出来吃自己用。这是未来的希望。哦，活到80岁哦，现在还有10几年的时间还可以活，再接20年可以活。这是国家全台湾省割期的最弱的，哦，70几岁还在割期。过来一点，对，哇，你过来。对呀。你要怎样？而家最困難就講哦，目前啊，好像目前你經營嘅呢，將來都要冇數門票啊，哦，然後來多時間呢哦，那填技術啦，一個技術啊，技術嘅時間呢哦，你發揮一種精神啊，但是人哋示範啊，甚至一種那個人嚟啊，要做文化，所以那個文化留下來呢哦，你就會發一種精神。一般嚟講啦，一國家嚟做生意，但是國家呢哦，裡面冇了解那個廠講嘅。就點到哦，伊就好早就寫嘅呢，吼，佢部分呢啊，伊就較有心思啊呢。也佢挨到說的呢哦，台灣就看唔到那個起歷史嘅。你看唔到人家產業嘛，吼，也看唔到人家產業嘅，錯。